領土100第7個10天，神乃是烈火。第62天，神兒子的靈進入我們的心。加拉太書4章3至9節。我們也是一樣，在未成年的時候被世上粗淺的學說所奴役，也是如此。等到時候成熟，神就差遣他的兒子為女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之下，為要把律法之下的人贖出來，使我們獲得兒子的名分。因為你們是兒子，神就差他兒子的靈進入我們的心，呼叫阿爸父。可見你不再是奴隸，而是兒子了。既然是兒子，就靠着神也成為後嗣了。但從前不認識神的時候，你們是給那些本來不是神的神明作奴隸。現在你們既然認識神，更可說是被神所認識的，怎麼還要轉回那懦弱無用的粗淺學說，情願再給他們作奴隸呢？讓我哋一齊禱告。哈利路亞！耶穌已經來到，我們已被救贖。感謝神賜予我們神兒女嘅名分，神兒子嘅靈已進入我哋嘅心裏面。奉耶穌基督嘅名，我棄絕世上粗淺嘅學說，我捆綁束縛我嘅俗世思想。喺聖靈裏，我係神嘅後嗣，因此我要高聲呼叫我嘅阿爸父。阿門。阿爸天父，我們是你的兒女，眾心都充滿神兒子的聖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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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